各位小朋友，不如我哋先認識一下清明究竟係咩啊？清明係24節氣之一，雨水會比較春分嘅時候再多一啲，氣溫亦都會逐漸回升。節氣係按照太陽喺天空當中運行嘅位置而定，再加上喺曆法當中，每4年就會多出2月29號呢一日，所以清明節每年嘅日子都會有少少唔同。清明嘅日子雖然唔係每年都一樣，不過往往呢都係喺4月嘅4號、5號或者6號嘅其中一日。今年嘅清明係幾時呢？各位小朋友可以問下爸爸媽媽。各位小朋友，跟住我讀下清明。清明，讀得唔錯吧？